喺呢幾日，耶穌出咗去，上咗山祈禱。佢徹夜咁向天主祈禱。天一光，佢就將門徒叫嚟，由佢哋當中揀選咗12人，並稱佢哋為宗徒。隨後，耶穌又上咗山，將自己所想要嘅人召嚟。佢哋就嚟到耶穌面前，佢就選定咗呢12個人，為同佢哋時常喺一齊，並為派遣佢哋去宣講，而且仲具有驅魔嘅權柄。佢選定嘅呢12個人，西滿為佢起名叫做伯多祿，載伯德嘅兒子雅各伯，仲有雅各伯嘅細佬若望，並為佢哋起名叫波納爾革，就係雷霆之子，安德肋、斐理伯、巴爾多祿茂、瑪竇、多默、阿耳斐嘅兒子雅各伯，號稱熱誠者嘅西滿，雅各伯嘅兄弟猶達，同埋猶達斯伊斯加略，佢成為咗負賣者。聖經註釋：耶穌選立咗12宗徒以前，曾徹夜祈禱，懇求聖父祝佑佢所揀選嘅人。雷霆之子意思係脾氣暴躁嘅人。瑪竇宗徒又名肋未，係阿耳斐嘅兒子。佢喺耶穌召叫之前，曾經喺葛法翁做過稅吏。佢係第一部福音嘅作者。若望係加里肋亞人，喺跟隨耶穌以前，曾經做過洗者若翰嘅門徒。若望宗徒係12位宗徒當中最年輕嘅一位，佢係第4部福音嘅作者。